嚟啦！又到一年一度，又估下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估下個賽果點樣啊？就每個獎項都估下做下預測咯，同埋俾下我自己嘅心水咯。首先最佳劇集，其實咧最佳劇集咧，我覺得3套台慶劇一定係入眼㗎啦，《新聞女王2》啦，《金色森林》啦，跟住巨塔之後啦，3套係一定入眼嘅五強。仲有兩個咧就難揀啲啦。我自己係比較中意《刑偵12》同埋《麻雀樂團》嘅。麻雀樂團評價好好啦，《刑偵12》就林保怡阿保怡嗰個演繹就好大難度嘅，好高難度嘅演繹啦。古仔都唔錯嘅，都創新嘅。但係就唔知道高層考慮嘅點，考慮個 point 係咩咯？如果你話收視嘅話咧，合衣啊、執法者們啊、斷面提示收視都好嘅。就睇下官方點樣揀咯。3套台慶一定入眼㗎啦，睇下跟住落嚟嗰兩個席位係俾邊兩個咯。我自己就估啊，《刑偵12》會入嘅，但係呢4套就邊一套會入就難講啲啦。好，下一個視帝，今年其實冇咩熱門視帝啊。相對嚟講，《刑偵12》嘅林保怡同埋《金的新聞》嘅羅子溢。金的新聞羅子溢就大家知道演技有進步啦，有似當代諸葛亮咁足智多謀，又型又聰明。跟住《刑偵12》，阿林保怡演嘅多重人格又係非常之難演㗎啦。呢兩個係最大機會贏視帝嘅。至於其他嗰啲咧，就機會就唔係太大啦。相對而言就《新聞女王2》，阿 Bosco 演嘅 Kingston 真係夠晒賤，夠晒賤，夠晒黑人憎，都真係演得幾好嘅。即係我覺得呢3個就佔5強啦，另外2個真係難估啲啦。郭晉安一貫嘅穩定啦，咁嘅森林放緊天，但係最近就傳出離巢，所以官方就可能未必俾佢入5強啦。跟住就睇下陳豪合衣啦，因為合衣收視好啊嘛，可能會俾佢入5強。睇下另外一個席位係邊個啦。巨下之後，陳展鵬反派出色，但個問題就係戲份真係太少啦，我覺得入唔到5強。5強就係羅子溢、黃宗澤、林保怡，跟住陳豪，仲有一個難估少少，斷命提示有一個啦，唔知官方會揀山聰定係張振朗啊。好，跟住事後咧，其實3套台慶劇，我覺得一定都會出入5強噶啦。3個台慶劇，阿佘啦、施華啦、陳曉華嘅《金色森林》啦，跟住佢睇之後啊，陳偉啦、孫軒啦，其實呢3大台慶劇呢5個人已經夠晒入5強啦。其他人我覺得機會不大。當然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Jenny 就因為我知道《奔跑吧》養嗰啲女人們就贏咗一個亞洲影藝大獎嘅，就睇下會唔會因為呢個獎就係官方都俾Jenny 少少嘅肯定啦，就俾Jenny 入5強啦，睇下有冇機會。就 Jenny 或者Moon 入5強，而孫軒同埋陳偉就有一個要入唔到，仲有可能就係因為施華近期忙於喺內地拍綜藝啦，未必出席新聞女王2嘅頒獎禮，就睇下係施華啊、孫軒定係陳偉會踢走一個，再換其他人咯。如果唔係正常嚟講，我自己 pick 5大熱門都係呢5個㗎啦。好，下一個男配。其實今日真係冇乜好 hit 嘅男配嘅，相對嚟講，合衣嘅丁子朗雖然話合衣就話批評話劇情太誇張，一套中醫片就講到要殺人又要咩，但係丁子朗嘅反派演技係出色嘅，值得攞男配嘅。其次就係羅天宇嘅《金色森林》啦，跟住坤哥嘅《新聞女王2》啦，都係唔錯嘅。最 hit 應該都係丁子朗㗎啦。女配其實都差唔多，冇乜太 hit 嘅。如果俾我揀，我自己就撐下公仔啦。不過公仔提名嘅係《新聞女王2》，就唔係提名嘅係《金色森林》，機會得獎嘅機會就下降咗少少，下降咗唔少。我自己覺得第一熱門都係阿公仔嘅，真係值得俾個女配，值得俾個肯定佢。
最佳綜藝節目其實今年我都睇得好少綜藝啊，睇下官方點樣揀咯。因為呢度嘅最佳綜藝節目就冇萬千嗰啲啊，十強睇下官方會揀中好三定係星秀咯。咦係喎，女神配對計劃今年 TV 最 hit 嘅綜藝一定係女神配對計劃，都好大機會俾女神配對計劃㗎啦，咁 hit 嘅綜藝。其次就係星秀同埋中好咯，其他嗰啲機會就不大㗎啦。最佳資訊綜藝節目，雖然東張真係好出色，會唔會年年都俾東張呢？我係未必，我覺得未必。江湖見啊，真係好多人都讚嘅，即係又歷史文化啊，又去旅行啊，去玩啊，真係好多人都讚嘅，有機會俾阿江湖見。阿長仔啊、麥包啊都做得幾好，成個節目啊又輕鬆去玩，又學到嘢落袋，大家都話係推廣內地文化、促進交流嘅一個最好嘅節目。江湖見啊真係幾好嘅，我自己就 pick 咗呢幾個啦，但係我覺得江湖見機會係唔細嘅。男主持，哇真係難估啲喎。梁思浩係唔錯嘅，許文軒，因為 Bob 啊都唔需要獎，你肯定啦係嘛？你話 Bob 嗰啲 Bob 啊錢嘉樂都唔使獎，佢肯定啊。睇下會唔會俾許文軒咯，我只係覺得有啲人都唔自在啦，睇下會唔會俾許文軒鼓勵下新人咁咯。女主持上年得住係邊個啊？係咪車婉婉啊？我記得陳貝兒攞過，雖然話無窮之路真係好 hit 嘅節目，但都冇理由年年俾陳貝兒㗎，係咪先？冇理由年年俾佢壟斷個獎㗎。睇下今年俾邊個啦？呢個獎冇乜思路。Next， 望一望先嚇。南非其實有個差唔多嘅，就我覺得 GM 會手爬先，因為北京女神配對計劃真係人氣幾好，有機會就 GM 同埋阿 Sophie， 雖然我都叫翻你 Candy 啊，阿葉倩文，有機會佢哋兩個齊 CP 當攞獎嘅，我覺得機會係唔細嘅。其次 GM 之外嘅話咧，睇下會唔會俾馮浩陽咯，金像獎攞過啦，會唔會俾埋個萬千佢再肯定一下咧？阿 Walk 我就覺得唔會俾飛躍佢，但係有機會俾男新人佢另一個獎。好 next， 飛躍進步女藝員，即係最 hit 都係阿葉倩文啦，女神配對計劃人氣升咁多，又成日同阿 GM 一齊去參加各種嘅節目啊，去參與啲 show 啊，一定最 hit 一定係阿葉倩文啊，其次關嘉敏啦，都係女神配對計劃，真係今年到俾阿 Candy 㗎啦，因為我而家佢演嘅角色叫 Candy 啊嘛，我叫翻佢 Candy， 俾阿 Candy、Sophie 啊葉倩文㗎啦，應該到佢啦。電視歌曲其實咧講真，坤哥同埋阿 Windy 一人兩首機會係最大嘅，不過我知道近期 Windy 有啲嘅風波啦，我都希望大家唔好咁苛刻對小妹妹啦，就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咧，就多嘅嘢就唔講啦，希望佢繼續重新出發，加油啦！就坤哥同 Windy 機會係最大嘅，而 Windy 咧就手執巨塔之後新聞女王2兩套台慶劇都演唱唔好話主題曲啦，就電視歌曲啦 ，Windy 機會相對嚟講係比較大嘅。當然坤哥嘅《願命提示》同埋《緊要森林》都係兩套 hit 嘅劇，兩個機會差唔多。我自己覺得 Windy 因為始終兩套台慶劇都有份主唱 Windy 機會係最大嘅。其次係《刑偵12》啦，《我和我們》呢首歌啦，其他人嘅機會真係陪跑啦，機會不大。當然啦，大祖兒女神戀愛腦係有啲機會嘅，女神配對計劃 hit 啊嘛。好 next， 男新人5個揀一個，馮浩陽或者 Walk 咯。睇一個，我自己覺得如果南非俾阿 Walk 嘅話咧，唔好意思啊，南非俾阿馮浩陽嘅話咧，男新人應該阿 Walk 冇走雞㗎啦。因為男新人相對地大家就係覺得出道話3年以內嘅新人，就大家鼓勵下新人啦。飛躍一般係用嚟如果就係俾一啲熱捧嘅人或者努力多年嘅人嘅，男新人獎俾阿 Walk 應該最 hit 㗎啦。劉洋啊，就另外一位曾錦森嘅機會就唔係太大，我自己覺得。
女新人其實第一熱門應該都係阿 Wendy Chantel 㗎啦，我自己覺得。阿 Winnie 兩套台慶嘅主題曲啦，跟住 Chantel 就上年就贏咗愛回家，贏咗主題曲啦，跟住就睇下會唔會再下一城女新人咯，因為阿 Winnie 同埋 Chantel 係冇贏過女新人㗎 Yumi Gigi 贏過 ，Winnie Chantel 冇贏過，佢兩個機會大少少。其次就係莊子璇啦，金碧森林嘅表現啦，魏嘉文就新聞女王2啦，阿 Amber 咧應該就係陪跑㗎啦，機會就唔係太大。最大機會都係阿 Winnie Chantel，其次就係莊子璇同魏嘉文嘅。大致上就係咁啦。就最佳劇集咧，遲啲我稍後就會，大家都知道啦，每年我會出一個詳細最佳劇集點評嘅，就會分析下佢 hit rate 啊、收視啊、討論區鋪數啊等等嘅元素嘅，就稍後先至再出一個詳細 post 講最佳劇集。今日呢條片就講到咁多先啦，大致上就係咁，多謝大家。